謝霆鋒追問張柏芝：兒子要和我一起居住嗎？一旁三胎搶着回答：我可不可以也去？謝霆鋒4字回應，張柏芝當場淚目。2025年的母親節，娛樂圈的焦點不是哪位女明星曬了天價禮物，也不是誰在豪宅裏擺拍精緻下午茶，而是當年那個笑着說不想班你養我啊的翩翩少女張柏芝。張柏芝的兩個鏈子 Lucas 和 Quintus 現身謝霆鋒演唱會為父親助陣的畫面，意外撕開了娛樂圈最著名三角關係張柏芝、謝霆鋒、王菲的世紀糾纏。這個曾經被貼上艷照門女主離婚爭議標籤的女人，用18年的時光活出了自己新的人生。三個鏈子陽光自信的笑容，母子間自然流露的親昵，以及謝霆鋒多年前那句她是一個稱職的好媽媽被全網翻紅，人們終於意識到時間不會說謊，愛才是最好的證明。演唱會上的基因暴擊，4月28日，謝霆鋒在中國香港的那場演唱會注定被載入娛樂圈史冊。當舞台燈光掃過觀眾席時，鏡頭捕捉到兩個穿着休閒衛衣的少年，到15歲的 Lucas 和13歲的 Quintus。大兒子眉眼如刀刻般復刻了謝霆鋒年輕時的神韻，甚至連低頭微笑時抿嘴的弧度都與父親如出一轍。小兒子則繼承了張柏芝的精緻五官，舉手投足間帶着母親特有的靈動氣質。現場觀眾直爆發出的尖叫聲幾乎蓋過音樂，社交媒體瞬間被這家基因太強張柏芝到底怎麼樣的孩子等詞條淹沒。而這場父子同台的背後，是張柏芝親手鋪就的台階。事前，謝霆鋒還擔心養子們不願公開露面，但張柏芝主動提議，孩子應該見證父親的榮耀時刻。謝霆鋒的預言成真。2012年離婚時，謝霆鋒曾公開評價張柏芝，她是一個特別善良的人，也是一個稱職的好媽媽。但當時輿論場一片嘲諷，都認為只是客套話罷了，為了孩子勉強誇前妻，甚至有人揶揄真要誇，什麼不復合。13年後的今天，這句話卻被網友翻出來集體道歉，表示張柏芝與謝霆鋒的離婚協議塵埃落定。或許張柏芝抱着剛出生的大兒子 Lucas 謝震軒時，或許沒想到自己會以單親媽媽的身份成為娛樂圈的育兒標杆。當媒體用艷照門受害者、豪門欺負等標籤將她釘在恥辱柱上時，這個當時才32歲的女人默默簽下條款，放棄這家財產，只要兩個卵子的撫養權。那時的她還是港媒筆下靠保姆帶娃的女明星，是離婚協議中放棄3億財產也要孩子的瘋女人。此後10餘年，狗仔鏡頭裏的她總是左手牽着 Lucas， 右手抱着 Quintus， 從幼兒園家長會到足球比賽現場，從半夜急診室到遊樂園生日派對，張柏芝的身影永遠比保姆車更早抵達。直到如今，人們才驚覺當年謝霆鋒在可凡傾聽中的評價何其精準。他張柏芝把所有的愛都給了孩子，甚至願意為他們放棄整個世界。37歲的張柏芝素顏紮着馬尾，跪在地上教小兒子繫鞋帶，暴雨天撐着傘在校門口等孩子放學，自己半邊身子淋得透濕。這些瑣碎日常判接成的母愛，比任何公關通告都更具說服力。就在 Lucas 兄弟為父親喝彩的同一場館，2天前的首場演唱會正上演另一幕經典畫面。56歲的王菲帶着鴨視冇人身 VIP 推，在謝霆鋒唱到因為愛所以愛時起身鼓掌，被粉絲譽為世紀戀人最克制的浪漫。這對相差11歲的戀人自2014年復合後，始終保持着各自精彩的相處模式。王菲繼續她的佛系養生，謝霆鋒沉迷廚房與搖滾，兩人被拍到時不是在機場各自刷手機，就是在公園留狗一前一後散步。這種淡漠恰與張柏芝的育兒畫風形成戲劇性對比。王菲就像月光，存在卻不炙熱；張柏芝卻是太陽，燃燒自己照亮孩子。這種差異在2025年5月初達到微妙平衡。謝霆鋒在演唱會上對王菲比心示愛，
轉頭又當着媒體感謝張柏芝教會孩子寬容。張柏芝帶着3個孩子逛迪士尼，被問及如何看待前夫新戀情時笑道：我現在眼裏只有這3個小情人。3年前，港媒頭條還是張柏芝靠保姆帶娃，如今抖音熱榜卻是她深夜煲湯的畫面。從豔照門的爭議女王到浪姐中逢在兒子護身符的拼命三娘，從被嘲靠孩子洗白到成立兒童心理公益基金，張柏芝的翻身仗打得漂亮。當媽之後，哪有時間糾結過去？孩子才是我的全部。面對3胎生父的猜測、醫美爭議，她一笑自知。網友卻從她眼角的細紋裡讀懂了單親媽媽的辛酸。謝霆鋒可以談戀愛、開演唱會、做美食綜藝，而他的大半時間都被孩子剝奪。但正是這種被剝奪，讓他活出了另一種精彩。創立個人品牌、直播帶貨、開店創業。44歲的他比20歲時更忙，卻也更通透。畢竟女人的價值不是婚姻成敗能定義的。母愛之外，她更是張柏芝。她真是被原生家庭拖累的賭徒之女，是婚姻中放棄3億的傻女人，是輿論場裡的話題女王。現如今，她是3個男孩的超人媽媽，更是把單親日子過得熱氣騰騰的生活贏家。羨慕她的不是有3個兒子，而是歷經風暴後眼裡仍有光。這份光是對抗歲月與流言的終極武器，也是所有母親最該擁有的底氣。人人都以為歪照門事件是謝霆鋒和張柏芝離婚的關鍵，但其實當時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謝霆鋒選擇了原諒她。在他看來，既然自己已經成為了她的丈夫，已經成為了孩子的父親，就應該要陪她渡過難關。本以為在這之後，張柏芝也會把重心放在家庭，和過去的混亂徹底說再見。可她卻半點收斂的意思都沒有，讓丈夫成為了外人眼中的接盤俠。毫無分寸感，未重視機會。當年的豔照門事件不僅毀掉了陳冠希蒸蒸日上的事業，同時也讓坐擁玉女形象的張柏芝徹底和這一稱號再無任何關係。大家都無法想象到照片當中那個女人竟然會是自己心中的女神。現在距離這件事情都已經過去了10多年的時間，但仍然有人覺得這件事情並非修電腦那麼簡單。在今年5月份的時候，著名導演王晶就提到了這件事情的蹊蹺。在他看來，當時這個修電腦的很有可能不是無意之間去看他電腦的，而是早就知道他電腦當中有這些照片了。那為什麼對方會知道有這些大尺度的照片？他通過推理之後，覺得這可能和當時陳冠希的年少輕狂有關。他想要拿着這一些事情去炫耀，結果就被人找住了把柄。畢竟那時候他的發展實在是太吃香了，讓其他人完全就沒有任何的希望可言。而且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一點，那就是這個修電腦的在看到這些照片的時候，一點要勒索的意思都沒有。而是直接就曝光了出來，於是大家猜測他沒有把金錢放在眼裏，他的目標非常的簡單，那就是讓這些照片毀掉他的前程。後來這個人的想法也如願以償了，陳冠希最終還是提到了自己永久退圈的事情。等到他退圈之後，張柏芝卻仍然不願意和他徹底切斷關係。當年在飛機上再次偶遇陳冠希的時候，他又變成了一副小迷妹的模樣，這樣的行為只會讓大家覺得這是兩人之間的藕斷絲連，這也讓很多人為謝霆鋒打抱不平，覺得他當初的諒解還真的是給錯了人。要知道，在豔照門事件發生之後，其實他也是受害者，畢竟自己的妻子、孩子的母親發生了這樣的醜聞。但後來他在媒體面前提及這件事情的時候，仍然選擇了原諒他，不去計較他過去的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諒，讓對方愈發有恃無恐。沒多久，他就做出了毫無分寸感的事情。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後，
謝霆鋒就算是再怎麼想要照顧孩子的感受，自然也無能為力了。兩人最後的結果就是鬧到了離婚的地步。而在鬧到這個地步之後，謝霆鋒的母親也不打算裝了，直接就把案子在這段感情當中遇到的種種不公給訴說了出來。二、行為不被認可，夠愛到出秘密。當迪波拉在得知兒媳婦在飛機上竟然又和曾經那個男人有說有笑的時候，也覺得他簡直是欺人太甚了。難道謝霆鋒的感受就真的不值得他重視嗎？在這之前，他就一直對這個媳婦是非常不滿意的，因為他身上有太多不好的習慣了，比如算喜歡抽煙。這件事情他自己也在鏡頭面前承認過。在承認這件事情時，他甚至還說到自己在10多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抽煙了。莫非在他看來，吸煙真的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嗎？除了這些不良習慣以外，還和私生活有着離不開的關係。在這之前，有關於他和很多男性的親密照片就有傳出來過。當這些照片出現的時候，他壓根就不敢拿到兒子的面前。他知道當時的兒子究竟有多麼愛張柏芝，不然怎麼可能頂住如此巨大的輿論壓力，仍然要把他娶進家門。他對張柏芝的好是外界都看得見的，可他真的對得起丈夫對自己的這種真心嗎？從他昔日的舊愛陳曉東對他的評價就可以得知，他完全就不值得謝霆鋒這麼做。如果說他也是真心對待這段感情的，那為什麼昔日的舊愛在評價他的時候都陰陽怪氣，直接就說到當初難道他真的只是和他一個人在一起嗎？陳曉東在說這些裏的時候，肯定也是有什麼證據的，不然怎麼可能在萬眾矚目的舞台上直接就說出這一點？如果對方真的有誣陷自己，以張柏芝的性格，又怎麼可能不和對方反對？三、性格較保守，兩人截然不同。在這一系列事情發生之後，謝霆鋒也不得不承認一點，那就是自己是看錯了人。其實他一直就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人。他之前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都有提到過自己並不希望女朋友穿太短的裙子。但很顯然，張柏芝的性格並不屬於這一類型的。不僅在性格方面兩人並不相同，在行為方面也同樣如此。謝霆鋒給人的感覺就是腳踏實地，而他給人的感覺則是經常撒謊，總是喜歡在大眾面前提及一些站不住腳的言論，要不就是說自己從來不吔瞓，要不就是說自己連續許久不需要睡覺。這種謊話連天別說是枕邊人了，就連昔日對待他無比痛愛的向太都不願意和他玩在一起了，同時也發了一條動態，覺得自己徹底看錯了人。和他身上各種負面評價有所不同的就是王菲了。雖說他經歷了很多段感情，但只要深扒就會發現，在這些感情當中，他從未做出對不起另外一半的舉動，也定是知道對方的人品和前妻的人品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謝霆鋒和他和好之後，也不願意再次鬆開他的手了。儘管兩人也面臨着外界各種的壓力，但他還是想要把所有的愛都擺明在王菲的面前。這也是為什麼他前段時間開演唱會，會唱兩人的定情歌的原因了。看完這三人的故事之後，你覺得幸福是被張柏芝自己丟失出去的嗎？